咧青光眼本身咧就係一個神經退化嘅病，係全世界首位不可逆轉致盲嘅原因，所以早期診斷咧係非常之重要。我哋同奧比斯過往嘅合作咧，2年同超過5800名嘅50歲以上香港居民做咗個眼睛詳細嘅檢查，就透過人工智能，透過 Rota， 我哋發現咧，全香港50歲以上嘅居民咧，原來都有大概7% 嘅居民係有青光眼。Rota 全名咧就係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Optical Texture Analysis， 將個視神經透過一個光學影像做一個分析，以至我哋可以好清楚、好有效睇到視神經有冇退化現象，就可以好有效診斷到病人有冇青光眼。青光眼嘅診斷咧，過往係非常之困難，透過眼底相或者我哋臨床檢測個視神經嘅狀態嚟到決定佢有冇青光眼。Rota 咧就提供咗一個新嘅方向、新嘅技術，透過人工智能將兩個技術去結合，視光師啊、眼科護士啊，或者係一個普通科家庭科醫生，佢哋都可以好簡單、好容易知道原來呢個病人有冇青光眼，或者係睇得到個眼邊個地方係出現問題，就唔會話病人矇，其實都唔知因為咩事矇，而錯過咗可以治療嘅機會。透過呢個計劃嚟緊2026年我哋會開展啦，九龍東嘅聯網、香港西嘅聯網，咁我哋就會喺一個社區點，包括社區康健中心啊，包括普通科專科門診嚟到去設立呢啲眼科篩查嘅設備，希望就可以將我哋而家輪候時間有啲病人係多過2年，我哋希望可以將佢縮減到少過2個月。